是阿翔。选举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哩，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万5，互你砸两亿啊！这个加5000啊！起价啊！好，来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。好是。来，上诶，你这边先来。我这边先，但是我要讲的时阵，这对面有淡薄仔怪怪。好，来个念一下。我这对面做日塔好朋友。日塔干。日塔好朋友，一人一位，唔免抢，啊，欢迎咱的队长罗日塔。应该是日塔啦。请我的啦，应该是卡电话吧，今日。真是的。请我的是因为哦，伊啊伤肥啊，我想要互伊看开开。啊，你较赞呐？乌大班。小弟有小弟，队员。来，介绍一个。自我介绍吗？对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伟峰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爷。古早是一个，以前是一个歌手啊，即摆是。唱歌就好听对，但是唱国语的。啊，听讲你嘛是宜兰人啊？宜兰人。哦，你看，阮宜兰人就是拢生做安尼，水水烟岛啦。对。是罗东。罗东，罗东那边，边，我是二山。隔壁的。来，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奥斯汀。嘿，我进前嘛是歌手，但即摆团体无啊。马紧。来，佮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瑞，我是丽塔的朋友。啊，佮刷落去会当 close 无？我是林间的担保人呐，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林间的担保人呐，因为担保人小姐去做生啊。担保人。哦，像我爱豆啦。好，啊，往阮这边。好，来，阮队长文杰啦。苏港新啦，哈，来。我是迄个台湾，我是台湾的迄个咸酥鸡女王。酸团姐。对，咱的思路咧，我不爱摕1350哦。了解，你若我摕1350买，咱这要加介啊，咱免搁讲啊啦。好，那个要加介。对，介绍你的队员。来提135。对，这我师弟啦，是发行伊的新专辑啦。对。大家我是张伟雕，我发行我的第6张的个人专辑，或者总会有一天。来，你大概真正有法拢有来呢。赞。所以讲一定会发。感恩。哎呦，我甲你讲，实力派过来啊。来。一定爱甲伊清唱一个。来，好来，总有一天。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会闻到花开的香。就算失败，唔免惊，做你去享受风吹雨淋。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会闻到花开的香。拄着困难，爱更加勇敢。等天若光，嘿，什么这无，我跟你讲啦，确诊了，真正有当做脑雾啦。所以身体一定爱保重。对，再过注愈多红听。对，啊，若想要听上尾一句，去甲买就有啊。买就听。对，阮支持一下哦，哈，是，好，来个刷落去咧。我的小师妹，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怡峰，我是台湾棒球队的啦啦队。李专良啦啦队。李专的，是，请多多指教。高吹，赞。好啦，个刷落去。我这嘛是，你是上哥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仲佑，我无开车的啦，我无开车的，不过我有发行，我嘛是有发行新歌，我嘛有发行这个新专辑，叫做《上爱迄个人》，直接来哦。来。你是我上爱迄个人，你帮我点情海中迷茫。我的心不愿放，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。你是我上爱迄个人，你过了无好，我的不甘。当初你的手若莫放，就免孤单。后世人。哇！来，个刷落去咧。来，我姐师弟。大家好，我叫潘静，来，咱叫阿鹏就好啊。
是，欢迎欢迎。嘿，拢足欢迎你。嘿啦啊，不过今日吼，咱唔是要来比赛这个啦，啊对对对咱要对对比赛是安那台语的头脑哦，镜头头的爱哦想的哦，吼，是好。啊，即摆就要先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。是，抱声欢迎今天的国文老师陈宏伟陈老师。台语真水开，大家心花开。看到你大家拢心花开啊，但是台语一定爱通哦。爱通哦好，今来去比赛啊！哦，今来去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，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，你来摇，是要摇啥咧？你2分钟以内看谁吼，用上侪题迄队就赢。哦，爱摇咱内面的字啦，嘿，意思，尽量比拢袂要比。好，啊，不过即马2队拢坐伫遐，拢唔知打一个先诶。无来杨建一个。好，来，阮替恁，阮来替恁啦。好来。好，加多石头，不，我赢。你赢，再讲这边先哦。这边先。好，咱甲你为先让哦，因一个哦，哈。好，来这边倒一位派代表。我这老公的，老公话，好未哦？试看来，我嘛足紧张的。请安尼，尽量字卖讲，吼，手通下比哦。好，来这边看这边。好，你开始。来，好，2个字吼，就是你男朋友背着你，你唔知影去甲别人开房间，啊，你去甲你开门有的人会洗伫尻川，有的人洗伫面，就大粒的。不是，洗伫面，啊，3个字，第1个字就是我上爱歌第1个字，哦，我上爱讲3个字，第1个字，这是3个字第啊，会当 pass 无？这个 pass 会知无？这是我讲这就是讲这人就几年2个字，这人是足歹斗阵的，啊，啥物人一定要听伊的。我讲你这人是正确。你伫电视顶悬黑白讲话，啊，厝的是大人看到就讲你莫甲对厝的那个6个字是一个。高太你那大岁。 6个字，是讲一个人足歹斗阵，规矩足济。你这人哪会安尼？我足歹斗阵。我做3第1是芳的，另外一个草。对，就讲这囡仔咱无大汉啊，你就讲啊，你刚刚有草。透明来个啥这是什么？我唔知呢。嘿，拍输呀，拍输。讲一个人6个字。第1个字是。 就是讲一个人足感恩的哦，我一定爱是。这是有一个人，你这人什么代志拢爱管，哪会安尼？你做迄个嘛是形容词2个字，就什么代志拢爱管，就讲查某人啦，查某人，就查某人。正好来2个字，第1是我的名第3个字啊。 第1个是我啊，时间到啊，风吹，红吹啊，记得爱省哦，风吹。哦，真牛呢！咱看这里有几题，因拢总着9题啦。拄啊吼，有几个字哦，可能写的吼，甲咱那个台语正字写的吼，啊，甲念的，嘿，音就有有差，啊，咱来请老师来甲咱解说一下吼。来，老师，调啊啦吼，调啊，嘿，啊，迄最后是要照迄个中迄字是调，还是调迄个音吼，啊，然后加一个迄个破边边迄个边啊，迄个有无？嘿，所以迄个咱可能较清楚嘛吼。是。嘿，啊爸吼，啊爸可能咱常常看到诶火星文的写法，会写鸡啊的啊，嘿，啊其实咱即马是用迄个压力吼压制迄个啊吼，啊是白话音啦，嘿来写，嘿，所以无写迄个鸡啊的啊安尼。谢谢老师，真牛嘞，9题呢，9题足多哦，足多啊，足多哦。好，即马出来看阮这边啊，好，咱这边派出来代表是啥？来。
伟忠，好来，好，赞哦会记豆豆啊讲，好，加油，2分钟上好的时间哦。你唔通讲出来，尽量比拢不要紧。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开始。两个你一个所在吼，啊，遐个人就爱整容的。韩国。对。3个字一种动物，一种鸟啊，动物，唱小薇迄个歌手，伊有一首歌。囚鸟吗？美丽西，过来。哦，3个字，啊，迄个过中有唱歌最好听的，大家会安怎？好啊！不是，先哭的欢迎，对。好，进卡。来。 3个字，足侪查甫，足侪朋友斗阵的时阵哦，会有安怎？啉淡薄仔酒，啊会开始安怎？冷笑话。3个字，沙顿会食会包伫个饭碗内底，长长的。来啊！油条，唔使你咧，油条，不是油条，另外种讲法。油条，油条鸡，油条粿，不是油炸粿啊，好来，紧。 5个字，就小记，譬如讲恁甲男女朋友出去，啊，迄个女朋友吼，伊就要讲着你啊。好，进来，2个字，要几个细哩哦？对，2个字，咱即马去健身房吼，啊，足侪人哦练了就粗用的，啊，咱讲有啥物最好的？身材，是不是？另外一种讲法，汉草，来，3个字，有一种人吼，你甲伊分手啊，啊，伊个会甲你来，对，或者啊个爬起安怎？拍动手骨颠倒用。已经摕到8分的同事共一心，够法度赢过日塔好朋友咧。 有一种人吼，你甲伊分手啊，啊伊个会甲你来，来，进来，拍死好啊，来，过来，后一个，7个字，小弟哦，人讲你若跋倒啊，跋倒啊个爬起安怎？拍动手骨颠倒用。时间到，进前过来1分哦。好来，请坐。是，好来，咱先看分数，来。 咱共心这边的得到8分哦。好，9、8，真好。啊，不过来拄啊吼，内面有应该有真侪唔知要安怎讲的，名词讲了唔对，还是讲袂晓讲的，咱来问老师吼。来，老师。 其实迄个拄则大家会讲油条，敢若较常听到吼。啊，毋过古早其实是讲油炸粿较思想啦。嘿，啊，即马渐吼油条代替去，取代去。嘿，啊，油炸粿当然伊是取迄个就是爱用钱的嘛吼。嘿，啊，所以就用即个油炸粿即个名安尼吼。啊，吼，其实两队拢做厉害，我看甲足紧张的。恁咧讲，我想讲，哦，要替恁讲安尼。嘿，啊，俗语吼，真正足歹形容啦。嘿，啊，毋过。 拄啊，咱两队的迄个这队长的款哦，拢足厉害，真正真，对啊，其实迄个鸡母皮吼，迄有一寡地方腔口的差别尔啦吼，大家应该拢常讲嘛吼，啊，咱会讲起鸡母皮，还是讲有时啊，搁受华语影响嘛，会讲哦，鸡母皮落甲规涂骹，吼，啊，迄是落尾才搁迄个，其实是，也是讲压起来嘛，有人讲压起来，嘿，对，真趣味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看一下分数吼。 咱先看咱好朋友这边，好朋友这边得到9分，啊，伊奖金偌济？所以这回合伊会使得到5000咯。啊，来咱港心这边咧，即马8分啦，差一丝啦。不要紧，阮即马哦，改全部哦，阮的新的单元哦，全部拢是大家同齐拼的，而且讲咱各有机会。是。好，今日去咱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 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台语安怎讲哦？嘿，今日咱台语要安怎讲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咱的课文。
会用镜头带咱来去游览台湾。咱这是1分1分的哦，摕愈济是愈好，奖金会愈济哦。咱奖金偌济？这回合是1万哦。 1万哦，机会哦。好，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未来再来你啊！我是伫巴西来的 Kevin， 今日我来到全台湾中部上大的火车站呢。台中火车站是台湾西部的铁路中心，自日本时代起好的，对1906年通车。你若有机会，一定要来看看哦，实在是足水的一个所在哦。今摆我要来出题目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火车站的台语安怎讲呢？ 请问火车站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手答。变过。后来你的答案是火车站。火车站，确定？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火车站？好啦，算你对好啊。后来分数。容易得到1分咯。 讲的时阵应该是有另外一个讲法啦。嘿，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咱原本拢讲车头，对啦。因为以早较无遐尼侪种交通工具，所以以早讲车头一定就是咧讲火车头的意思。嘿，毋过当然路尾较侪无共款的交通工具，可能就爱去分较清楚的。所以车站其实是足路尾才有的讲法，就是从华语因为车站吼，当然嘛有台语歌嘛有即个所谓的车站，所以路尾较后壁才有即个车站。 火车站的讲法啦，嘿，所以咱也会当甲车头嘛记起来安尼。好，感谢老师。意思就是讲，咱有2种会当讲啦，他讲火车头嘛，他讲火车站。是。哦，好，恭喜你哦！咱讲加油哦！好，来换人。咱即摆这边1分啊，这边加油哦！嘿，又转来就是平啊哦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先来甲大家介绍这个所在哦。这吼，伫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就是一个眼科医院。即马吼，就是变做一个专门咧卖欧米亚嘅，个足侪甜，个有冰的一个所在。好，我即马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眼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眼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眼科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前面来。眼科。 眼科，确定，确定哦吼。好，老师是不是眼科？健康。容易得到2分咯。有啊，你看，你怎么吃到？不要紧，你怎么吃到？我讲等下哦，我来替你修理。不要紧哦，哎呦，我等下连抓不3题就把揪起来啊！加油啊！来，咱先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这个眼是这个汉字的文言音啦吼，咱普通时可能口语较无定出现眼这个音吼，毋过呢，大家知影龙眼嘛吼，龙眼就用白话音来讲，就是会讲灵眼，所以眼是白话音，毋过这个科爱用眼科来讲，无咧用迄个咱白话讲这叫做啥？无咧讲目睭科的哦吼，是眼科无毋对，对，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爱讲眼科，唔通讲目睭科哦。系啦，对，不要紧，咱个病都有啊，对唔对？好，较紧的哦，咱紧的换人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好，来 Kevin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哦，这个所在吼，就是以前台中火车站的铁路吼，铁轨拢伫遮。即马吼，因将这个所在吼变成一个会当坐咧，还佫会当听歌手唱歌，吼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铁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铁轨的台语安怎讲？铁轨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请手答。来，预备来。来，铁机咯，铁机咯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铁机咯？
对。好来，分数。容易得到3分哦。有的人会简化人吼，敢若讲铁机啦，啊，所以嘛有人敢若讲铁机尔，啊，不过当然铁机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吼，就是嘿，健康啊，健康。对对，健康，这嘛一个啦，啊，不过咱一般是迄个地条迄个机啊，嘿，对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嘛有人讲铁机，嘛有人讲铁机咯，啊，铁机咯，当然大家拢听就知啦，吼，啊，当然嘛有人怎会讲，哎，安尼敢毋是会甲铁路是毋是共款？啊，当然这是看你安怎用啦。你若咧讲迄个物件，咱嘛是会讲，迄就是铁机路安尼，嘿，袂甲铁路人做伙。铁机路较好听，较亲切。好，是。好，若要搁较亲切，就分数紧的扭起来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日话啦。无要让啊！好，要唱啊！好，来 ，Kevin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若来到公园眼科吼，恁就一定爱食这个冰啦吼，有足侪无同款的口味呢，所以除了土凤梨酥嘛爱食这个冰。啊，这个吼，我今日是点名来食看卖啊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就是吼海盐焦糖的冰。好，我知影要出啥物台语题目，请问焦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焦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焦糖的台语哦，焦糖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藤草会搭。腾哥，你讲我萧敬腾哦，腾哥。来，快点，我把书来，你讲。腾哥。哦。你等下咕噜嘎，迄种我知。赞哦赞哦！焦糖的台语，你敢会晓讲？焦糖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牛。来，快点，我把书来，你讲。一定袂晓吧？牛呀！你唱的，你先讲，你感觉焦糖的安怎讲？无一定唔对啊，试看卖对啊。加油加油！来加油哦！对啦。我会使甲你讲啦，糖是放头一字。哦。跟我想的无共呢。念法无共哦。我无共。我对你讲好。你讲糖放头一字，糖什么货？对啊，2字尔。藤草会搭。袂歹呢。真的是安尼吼。对啊。等下，我想者。所以讲无可能是草回答哦。草回答有3字。系啊。哪里无你就地方试看卖。腾哥。哦。哎，袂歹哦。哎，有准哦，这厉害哦。对了，腾哥啊。腾哥。好，快点。腾哥，你讲我萧敬腾哦，腾哥。快点萧敬。你讲的是腾哥。腾哥。我们的老爷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腾哥？卖啊，老师。不要紧，这边我想应该嘛是无差的哦。来，对。腾生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霜啦，糖霜啦，我唔知啊，腾家，哦，袂歹哦，要么加。刚才那个对不对？咱个小时候你食迄个对不对？那个麦芽糖迄哦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你知影咕噜加迄种一袋无？我以为焦糖迄种一袋，对啊，差不多。赞哦。我哋有咕噜加买嘛是有道理啊，试看卖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腾家，是不是腾家？要么加。老师就可怜的表情，老师嘛唔知要安怎咧。我给他2支好。有人安尼讲啦。艺术，你可以吧？安尼老师拍谁3.5分？这个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讲安尼有对嘛？
差不多意思啊。有可能接近到啊嘛，有可能还有一寡寡问题，因为是倒位的问题？啊，你就是唔对，好，对但即马要安怎？即马要安怎？一定要有人做公亲啊。老师是一个安尼，一个安尼，啊，但即马要安怎咧？我是认为看咱的大会，哦，要算无？啊，大会讲两边拢1分呐，两边拢1分哦，袂歹哦，可以开市。卖话能就好嘿。对啊，这哦，较少人去念啦。哎，你等下，咱来听老师讲者是安怎？好，来，老师。我是讲另外一个叫啥？汤哥，汤哥啊，甲汤家，那这两个比是汤家会较接近，因为汤哥无一定是迄个色，汤家有可能就是迄个色。啊，毋过即摆问题就是讲啊，这是新的词啦，新的词就是讲可能要未形成一个足固定的讲法，所以有几哪种无同的讲法。哦，啊，几哪种无同的讲法，有人讲汤乌，因为伊就是看起来变敢若乌的，啊，所以有的人是讲汤乌，啊，有的人是讲迄敢若是安尼熬足久的。所以嘛有人讲熬糖安尼，熬糖，嘿啊，所以讲拄则讲的讲，糖加来讲，其实会使考虑，啊，毋过就是讲爱控加，可能就是迄个色真正有够遐尼深，是，安尼哦，两边拢1分安尼，来分数来，来，咱共心的得到4分哦，好朋友得到1分哦，开始啊！开始啊，还有一个上尾啊一个哦，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听讲车手带咱带当市哦，好，来 Kevin 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坐火车来到台中的火车站哈，你会发现讲，住伫头前就是台中的火车站。啊，你哦出来的时阵会当伫遮踅踅的，啊若忝吼。会当找一个阶梯，啊坐休困一下。这阶梯哦，足快哦，嘛是真赞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阶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请问阶梯的台语安怎讲？阶梯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来，瑞。阶梯。对啦。来，老师是咪阶梯？唔对。哦，来，机会来啊！啊，看你的全力打无紧的。架梯。袂使，你讲过一摆，你个等者嘿。瑞乖，但是你在跟你讲。我要试。好，来，免试。因为那教官哦，咱讲该单嘛，就该，但是敢若有该推这个讲法嘛，无就该推好啊。该推。啊，该单的该啊。该推。该推。好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该推？要甲你推落去啊！拢会好推啊！这嘛有几哪种的讲法啦吼。啊，较时常听到的就是安那，克拉，啊是卡嘛。啊是柑嘛，吼，拢有啦，这有无共所在，有无共的讲法，哦，一柑，啊是讲一坎，吼，嘿，啊，所以这几种拢有啦，吼，啊，当然嘛，古早嘛有人是认为讲，啊，迄个骹咧搭的所在，我讲骹搭，安尼敢会使，有人会安尼想啦，毋过咱即马较接。啊，抑搁留落来，大家拢做惯习、做熟悉，就是拄仔讲的迄几种，卡嘛、柑嘛、克啦，嘿，这是上侪人讲的，嘿。好，感谢两位来，下回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先看咱这边港心的。港心的即马得到4分哦。嘿，啊来，咱好朋友咧。好朋友得到1分。开始。是。好，咱来看咱港心这边的奖金偌济。哦，因这届大这回合得到1万哦。咱好朋友这边的咧，因即马得到目前头一回合的5000。哦，拢真牛哦！好，今日去咱第3回合，加油哦！嘿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
哎呦，这回合吼，大家拢会当佚佗，啊，尽量讲拢不要紧。提醒一个，这回合2万块。2万。若是互因这边赢，因就拼盘。对，机会啊，爱加油。因为我这个回合就会拼盘的。好，来，我出题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拣啊拣，拣到一个袂灵应，这句话通常会提来讲什么情形呢 ？A. 选员工的时阵 ，B. 选对象的时阵 ，C. 选举的时阵。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来哦，这应该大家拢捌听过嘛，吼。系啊。哦，唔通真后拣哦，以后拣到一个袂灵应的哦。啊，若无就拣到一个袂时钟的。我这个年纪，常常听人安尼讲啊，那个劲啊。哦，莫个拣啊。哦，在你那明显哦。哎呦，吼，这许多人拢会讲啊。剩3秒，2秒。拢无人要选什么选举啊？好，来时间到啊！好，咱来看一个答案吼，恁拢 B， 这边嘛拢 B， 嘿。哦，听过啦，有听过。是安那会感觉是 B 的队长？哦，因为即摆是我的写照。我母啊，讲摆个囝啊，查某囝，我已经31岁啊。啊，人嘛是讲常常人有来讲啊，讲啊，一直到一个会所，差不多还好计啊。卖个囝啊，你个囝，我囝一个袂灵囝的。嘿，对，常常人有来讲这句话啦，对不对，洛丽塔？对啦，嘛是咱的骂我啦。我是甲伊讲，我感觉莹莹就好食。我爱食莹莹。不要紧，既然大家拢是 B， 咱就来看一下。正确的答案是 C。B。命拢报掉5条哦，5个拢报的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是啊，做者迄俗语啊，其实是要捡豆腐的啦。哦，啊，灵应较衰的，拄啊好甲灵应的应甲景拄啊好共音嘛。嘿，啊，所以这是古早吼，拢咧形容，就是拄啊讲的查某囡仔，但是这其实是咧讲嫁着歹翁的意思。就是讲伊景啊景着，啊，就是咧讲伊嫁翁了后，啊，感觉无好势安尼，就是咧讲法。嘿，是安尼。对。即届吼，大家计划拢真成功哦。嘿，拢对，拢对。那个后一题哦，看大家有成功也未成功哦。好，来，请起后一题。坚持掉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良心照狗目出世是形容什么款的人呢 ？A. 狗饭护卫 ，B. 稳姓卖名 ，C. 臭头仔卖做皇帝。哦，恁有10秒时间。是，到底是嘿哦，这诚好多哦。这形容什么款的人哦？照狗目出世。照狗目出世。有没有 B 跟？这对囡仔来讲吼，就应该较唔知。对啦，这若有咧看布袋戏的啦、歌仔戏的、听广告的，应该有听过。来，上尾5秒。你的风险刚刚分到几4、3、风险刚刚分到几哦？1，请起答案。来，恁的答案是？起来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哦，这较有影较无共哦。这风险拢拿。C， 是安那阿静，你选 B 的。阮谈多一致认同是臭头仔卖做皇帝，但是为着要把迄个风险分散，所以讲你选 B。对，由你来牺牲。我记。阿姨话你是安那感觉是 C？因为我是照伊迄个。伊的字落去翻的啦，伊讲伊是良心嘛，伊照狗仔的腹肚来出世。啊，臭头仔伊就是皇帝命嘛，臭头仔伊嘛会做皇帝，伊本来就是皇帝命，代表讲伊虽然是对狗仔的腹肚出来，但是伊本来伊就是良嘛，伊就是皇帝嘛。是，所以我相信臭头仔嘛会做皇帝。哦，嘿，袂因为伊出身家。无唔对。对。好，来这边咱就爱问一个吼。C， 是，我要问一个爱。你是安那是 A 的？我感觉是骂人呢。骂人。你无啊？你即摆是安那？你良心照狗目出世是无？哈，我感觉是骂人的，无好听的话。对。若是做皇帝，就讲你做皇帝就好啊。你即摆骂人就煞嘴呢。就是啊，你良心照狗目出世哦。是，无唔对。啊，唔是真可怜啊。你是安我在想着，迄你看起来敢若是歹地啊出好顺。歹地出好顺，敢若是安尼意思啦，对啊。好，不过正确答案我都唔知啥哦。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答案是。
是，风险分开啊，分开啊！来 B 花旗，请起落去。嘿，来咱这 A 花旗啊，艺术是安那是 C 的，爱问老师哦。好，来老师。啊，就是有拄仔讲的啦，有咧看歌仔戏、布袋戏，应该是有些会听这句话啦。嘿，啊，这个零甲九吼，当然一般拢讲零就敢若象征皇帝嘛吼。啊，九啊，其实就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毋过拢常常伫咧俗语内底变做是安尼，敢若足低地位或者是足歹的物件吼。啊，毋过这个俗语本身伊就是咧讲。诗这个选项的这种算做直接就套啊啦，拄则迄个是中庸哟，就是咧讲迄对无？毋对咧，对臭头仔是意思讲出身足低足歹，啊少所谓就是讲其实伊是未来做皇帝，毋过伊可能出身歹，头先互人看袂起，毋过伊拍拼也是会做皇帝，嘿，就是安尼对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这就跟咱做人共款啦，出世无好。以后唔知影哦，无定就拼起来嘛是大头家哦。对对对。这跟咱共款，拢爱拍拼啦。来，好来，请各位试后一题。嘿，看入去哦，要出题啊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题号名内底常常出现“梨”这个字，亲像台北都6张梨，恁敢知影梨是什么意思咧 ？A. 做田的器具的仓库。B 就是代表五家的地 ，C 就是饲牛的牛肉。牛较济的所在，所以用“梨”这个字来代表迄个所在啊。讲我若要犁田，就来遐牵牛就对。对，可能6张梨，可能较早饲足济牛。刚刚有听我阿妈讲过，讲遮以前拢是田人的，所以表示因兜好野人啊。是啦，是啦。不过正确的答案是。梨是什么意思呢？紧张的比赛，这题拼输赢。哦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嘿，牛肉，饲牛的牛肉，养这个所在啊。还是会使代表五家的地，还是讲是做田的器具仓库放梨啊嘛。哎，紧的哦。今日啊，我经不要紧，红险甲分开哦。3、2、1，请起答案。好来，咱看一下哦。来，哦，这边拢是 B， 这边有 C、A、B。好来，不要紧，我先问一个优啊。你 C 是因为风险的问题，你甲分开是毋是？有淡薄仔是安尼啦，啊，我是用药的，因为我感觉讲6张梨，因为伊讲吼有足侪地名内底拢有出现梨这个字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会感觉讲可能代表迄个所在，伊是有饲牛，就是伊可能是有饲过牛，也是牛较济的所在，所以伊用梨这个字来代表迄个所在啊。讲我若要犁田，就来遐牵牛就对。对，可能6张梨，可能较早饲足侪牛，牛拢伫遐咧买，我是安尼药啦。有，你是安尼药。啊，怡芳咧，你是安那是 A？哎，梨内底有一个刀，啊，我感觉就是放做田的物件，器具嘿。下骹有一个牛，啊，顶面有一个刀，啊，就是。你做田的时阵，都会用到的物件，所以梨可能有可能是放工具的对，工具的所在，仓库。哦，啊，你的 B 是？因为这个田梨的感觉，就人讲田梨啦，有田，敢若就是讲阮兜有这个地。哦。嘿，所以我感觉五甲的地可能讲阮兜好野人，因为即摆你看6张梨，其实迄个所在嘛是厝足贵。是。对。还是即马贵，以前迄拢田呐。对啊，我是讲。啊，你的意思拢是田地？田地因为种物件有咧个性嘛。哦，有道理哦。一张安尼啦。哦，这讲的不哩有道理吼。这你嘛讲，无你问。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你有材料确定拢是 B？ 刚刚有听我阿妈讲过，讲遮以前拢是田人的，因为阮兜咧附近呐，啊，敢若有听过。但是我唔知，所以表示因兜好野人啊。是啦，伊阿妈讲，阿妈甲我讲的啦，对啦。不过正确的答案是。答案是 B。恭喜，好，麻烦师奶奶，前面的红花。咱讲先要这边
有2条命尔，对啊，咱这边有3条命，电动摇，电动摇。哦，好，不过到底是不是产地咧？为什么？是安怎是产地咧？来，老师。这爱对迄个台湾吼，古早有互荷兰人统治过一段时间吼。对荷兰时代迄个时阵啊，就是讲一张犁，所谓的一张犁，意思是迄一只牛吼，伫咧一柜吼，会当差不多犁田的迄个面积，就是差不多5架安尼啦。所以就是用安尼一张犁，就等于讲迄个单位就是5架意思，5架地意思安尼。用牛的劳动，咱来做一个迄个地方的单位。呀，就安尼留落来，好，来这边3条，这边2条，咱个标落去继续哦。请起后一题，来，小伟，请出题。请问代表器官换新的烧塔节，会伫咧中秋吼用火去烧灯塔？你敢知影这是倒位特有的风俗咧 ？A. 金门 B. 马祖 C. 火烧岛。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加油！金门马祖。哇啦，这啊，火烧岛的倒位，我根本有听过嘞。这是倒位特有的风俗。火烧岛吃螺丝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好厉害！我感觉是马祖，我感觉是。我有。加油哦！咱都有风险哦。好，A B C 哦。是。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来。请起蛋。哦。哎呦。好，来，你。文琪这个 B 是。我用药诶，我一个感觉啦，一个感觉啦，嘿啦，一种感觉。有感应着。是。阮的阿姨嘛安尼讲啊。讲啥？阿姨嘛安尼讲。我之前有去马祖录影过，不过我唔知影，敢是我敢有记唔到去啊？敢若有听过这个风俗。所以嘛是用药的啦，因为是特有的嘛，特有的，对啊，一定是你外岛较有这个风俗。阿中咧，阿中。无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迄题目调工写火烧岛，啊，毋过火烧岛敢若是平话是绿岛嘛，吼绿岛，嘿啊，所以我感觉，无写绿岛的原因，敢是因为是答案，所以爱用火烧岛来迄个哦，因为你若写绿岛出来，可能人就会知影讲就是遮。所以调当下火烧岛，无唔对，题目看清楚，惊搁互因骗去啊！是，好来，咱来看这边有互骗去无？这边应该较了解，因为这边拢在立塔。哦，洛丽塔，你的 B 是？我先甲 C 摕掉啊，因为我想讲，这节目无人无较好，无遮好，无可能讲咧迄火烧的就火烧岛安尼，A 加 B 咧哟。你认为这种单位干跳的？对，我就想要把奖金送出去的呢，所以讲哦，我绝对袂伫内面骗人的啦。对，所以你选我要右 B 是因为大总爱有听过，拢有听过。我是马祖，我是听讲马祖安尼。对啊，是，你嘛听过是马祖？我有朋友讲，伊听有烧到这个回乡，伊要去马祖，我想讲，回乡应该是 B， 伊讲要到马祖嘛。有回乡嘛？是，这是一个节日啦，吼。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哇，够一条命，好你加载。好，来 C 促销 ，A 促销。哦，好，大家哦，其实大家拢是有的，嘛唔知这真正是不是这个风俗，吼。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，咱就知影吼。来，老师，这个风俗吼，其实是对中国的闽东地区传来吼，算是迄个福州迄边啦，福州迄边传来啊。即马马祖遐吼，就是迄个拢叫做闽东人，因有写会讲，就是对闽东来安尼啊。伊其实这个风俗上早吼是咧讲有一寡。可能是无用到的物件，还是讲要诞杀的物件，甲伊集中，小小的，一方面是象征讲器具迎新啦，旧的无爱烧掉，器具迎新，嘛是有一种爱劝人惜福迄种意思安尼，所以这是伫即马祖，干那马祖有尔吼。
啊，因遐嘛是变做讲本来讲万担，不过落尾久来吼嘛是落地先定金了后，就变做讲伊嘛自称妈祖已经愈来愈惯势，啊无本来因遐拢讲我是万当人安尼，啊不过即马已经拢定金啊，所以即马因的话就较无咧讲阮是万当话，就拢变做讲阮是咧讲妈祖话安尼。知影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时阵哦，你若是有外景啊、啥去啊吼，加去问因遐的风俗。对。嘿，啊，若甲阮节目无定着会去达着。对啊。啊，我小可补充一个，因为这拄好咧国校啊，迄个朱顶管有写。哦。我甲囡仔签迄个联络簿都看咧，伊讲原本这个风俗已经超过100年啊。是。啊，伊是因为马啊吼戒严，军队入去了戒严袂使烧。是。啊，这几年佫开始烧，因为要甲这个风俗扣回来，就甲咱节目同款，爱甲咱台语的紧扣回来。爱甲留着，好啊，甲留着吼。嘿，安尼咱就要看分数安尼，是毋是？好，来，咱看咱一个港星。港星即马留一个人一条命。啊，伊有奖金无？因为无呢，对面人佫较济啦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咱让一个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咱这边好朋友的咧。好朋友留2个人，所以因得到这关的2万咯。恭喜哦！好，咱来摕倒转去好无？好，进来去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。咱今要去游倒位咧？哦，咱即马吼算讲要游咱台湾无共款的节日。哦，今日要讲看卖，这节日有啥物款的活动？是啊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咱即马是25000的奖金，25000，所以就是25秒。咱这25秒敢有够？我讲加送恁30秒好唔好？55秒哦。55秒哦。好，讲完就紧的走，好，来，咱第一位。来，请摆列，摆一列，好来。画前手哦。哇，就跟你准备哦，我要开始哦。好，来，咱上个请出题。请问5日这什么活动？请问元宵这什么活动？养水在灯，不是，不是艾草，签名，挂什么？这走，不是，挂草啊！现在对，告诉这，算你对了哈，算你对了，这卡。老师的面拢摇啊！来，老师。拄则讲唔对的是啥物啊？台东迄个嘛，是，迄个是，你叫是咸水啦，唔是钱对，唔是钱嘿，伊用轰炸的嘿，所以就是用炸这个文言音啦，嘿，用炸文言音，对，嘿，啊，佫有啥物话讲唔对？其他哦，迄个草啦，迄个草啊是啥物草？叫做夏草，嘿，当然伊讲挂草、桂草嘛是拢有人讲啦，啊，因为就是一定是用夏草，安尼，所以迄个词叫做夏草，安尼，夏草，所以挂草，伊主要是讲挂草，就是讲简单讲挂草，啊，毋过其实是爱讲挂夏草，啊，毋过当然有人简化讲啦，是，这个看老师要互恁分数啊，无啦，了解，啊，咱佫有哦，嘿啊，咱头拄迄个上尾也告诉这个，嘿，就是讲空主，当然你若要考白话讲。拜空主嘛，毋是袂使，毋过就是讲伊即个词一个祭孔内底吼，诶，即个较正式的名安尼啦，嘿，讲祭孔安尼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留恁着啦。顶面是有字哦，吼，咱奖金的顶面是有字哦，是有偌济奖金。咱即马剩7秒，所以得到7000块啦。袂歹，好，咱
今日摕7000块，咱来去颁奖。嘿，今日颁奖，恭喜哦，7000块。会变寒。嘿啦。嘿，就安尼甲变过来啦。是。而且哦，阮今晚要宣传一个哦，阮的物件，阮的迄落游戏，阮有一个 app 吼，啊，你若是转去吼，啊，甲download一个，哦，你若去练习一个，通啊，佮报名来参加哦。叫做四字倒字字吼，就是有4个字，啊，中有1个字，唔知什么会哦。啊，互你来斗，比如讲，什么悬，什么顶，什么丝，什么面。啊，中央迄字就是顶，顶悬、顶面、顶丝，所以你就知道嘿，会当去学练习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辛苦的陈鸿辉陈老师。社会讲台语，全家有智慧哦。全家有智慧，斗阵拼台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罗丽达，谢谢，感谢。